这人就是人，快我莫回讲。这条大路走伦敦啊，去日本咖啡坊。人家人家就人家，我是好傻仔。混大混大的手段，就是甲保镖。我出生的地方叫做大田县，县里很多的乡镇，他们都很团结。东街口的路边有很多奶茶店。00后的同学，你不会说方言。这人就是人啊，快我莫会讲。这条大路走伦敦啊，去日本咖啡坊。人家人家就人家，我是好傻仔。混大混大里头大，我就是大保镖。